今日教大家一招贏盡 AIA 嘉年華蛋糕輪盤，好多人以為一掟圈就要直線咁拋出去，其實要百發百中，重點在於沉，一定要由下而上，向目標左手邊15cm 左右落右旋咁掟出去，咁個船就會抵消咗蛋糕輪盤向左嘅旋轉力度。呢一個就稱之為沉細旋。沉細旋，沉細旋。而家再冇沉細船，淨係得我沉晒船，沉晒船，沉晒船。見你玩咗咁耐，送俾你啦。多謝。拜拜。喂，你叫咩名啊？我叫 Elsa。